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寒天进温泉是人生一大享受哦。台湾在欧亚板块同菲律宾板块交界的所在，在泛太平洋地震带，印证国体派的体育结构，故所台湾全岛几多所在旅游体验到。以台湾温泉为主的亚洲美丽温泉区，体底下可能是台湾清泰嘅温泉水库，也就天气单单如睇交通过里片的交流道附近，啥唔单止欣赏的到过闹嘅景色，也体会的到过从嘅客家人情味。叫下来看下美丽的温泉。一群人头交水，将油的滴落地去，那边温土脏湿个土的，不过加得当畅快浸泡洗身冷土的温泉地度，也特别是富阳上海温泉区。当然都来啦，都来，差唔多都10點零4點都在呢。阿爸做安福區呢，當到連沙都叫下來，係嘛？要不要福建還少，但是豐原啦、台中啦，要到10點零當來，我到較早來，我到7、8點都來啊。新年浪前，富阳山區探勘自由温泉，古時候一隻開發温泉區，今年80歲王阿伯公加上來啊打白，出得風采落雨，佢老婆娘用公婆做得講當日做來洗温泉，幾啊年來佢講做得很多注目誒。以前啊，我試船哦，我浸到都唔愛啊，哦，當好，哎呀都有高些阿伯啦哦。因为同样片啊，浸当多年浸好哎。我们游乐区已经经营20多年了，好，就在10年前，我们中游来探勘，好，探勘到有温泉，好，然后开挖，好，然后就挖到地底下2000多公尺，好，蛮深的哈，的温泉，好，然后就自然涌出的，然后涌出的温度差不多约有68度左右，而且碳酸是碳酸氢钠泉哈，这个泉质很好。台湾做得講係世界温泉的博物館，對強盛到強幹，連奶泉、燒熱泉都有。簡單來盤，北埔太墩山火山群温泉區係強盛新的流亡泉。中央山脈兩片，單單做係肉鹼性碳酸泉，像係泰安烏來温泉、中埔廬山温泉同後山嘅銀色温泉係強鹼性的碳酸泉，關子量有奶泉，各體加起來有100客家湧泉，唔係輸本日本。温泉呢，在台湾来讲分了2种，一种是火山性的温泉，好，就像大屯山系哈、阳明山啦、白头啦、也金山万里啊片，就较少，温度较少，过就有硫磺味，哈。另外一种呢，非火山温泉，就雪山同呀中央山脉的2片的温泉。原则上，台湾的温泉是世界温泉的博物馆，人家台湾以为。世界各国有，但是世界各国冇诶，台湾还没有。阿婆帶定孫呢，當歡喜頭洗温泉，也特別係3萬。美麗温泉單單做肉鹼性嘅碳酸泉，一般洗温泉素材環境濕度高，較會上偏群。3萬嘅温泉一則用竹炭研發出微生物抑菌培養嘅技術，希望按樣環境會較康健。这里的水质也很不错，所以我经常来泡汤。那我本来是肩颈酸痛，对，就是这边会气血循环不好，而且这边感觉比较凸。那泡了2、3个月之后，我觉得改善很多。對3萬這個航島山風區，南莊沒有温泉，不過也當很多站，按上今年嚴重過後，將會重新開放。我們的温泉呢，是這個無色無味的碳酸氫鈉泉，在我們台灣目前是屬於非常稀有的一個温泉啦。哦，所以我們也想用我們的温泉來做它在南莊的一個特別的一個特色。洗温泉而做洗身衫，本人看做古時嘅客家法布，也今年唔單止行業時尚，
南中一早还将传统的布店转型，用法布位开发出特别的客家服务。这个阿婆时代啊，是专门做皮单、做西方跟包东西。以前你买布家是棉布、客家法布一部分，还有你出门的衫是花钱的一部分。你要慢慢的来讲你要周边的衫布挺多的。就是宽袖的啦，日本来服务全部宽袖，就是改良式的啦。同日本书的本地来南庄的日本荷包生，足夠菜天人肉做服务，每一位服務嘅手藝方法，較好數較好變，也咪變做客家服務嘅特色。因為講去日本料啦，佢講日本嘅寓意啦，係要較大嘅度要服務按價，去買到要價錢要貴啦呢。一方面要買到講中國態度數呀，所以人學識嚟講，要客家法布嘅，那建議你做哦，嗰陣時開始用天做。慢慢的多人錢嘛，因是薄利多銷，就用客家法布做啲睡衣、和服啦，各方面的產品啦。講到苗栗溫泉，最有名嘅還係泰安溫泉，佢老國關溫泉、東埔溫泉同廬山溫泉列做中埔四大溫泉鄉。頭擺叫按做雙島溫泉，同一名嘅就係日本人來開發咧。太陽溫泉啊，其實喺到民國前3年，日治時代啊，就已經來開發嘅。當初呢，日本人叫做做種馬場、種馬過咗也溫泉呢，就做也景觀同軍人啊，嘅療養所。故所講也有景觀山莊一下呀，全部都日治時代開發嘅好嘅溫泉體系當有。雖然泰安溫泉當早就開發咧，不過事故跌檔，咩唔像其他主要溫泉區，乃只看得到高甜甜的泰流，吃到壓力動態。因為俺要想發展較慢，講可能同到嘅就係較落後啦。反多人嚟講，就有夾個較好嘅一面，因為冇受到破壞嘅，也現有嘅業者也很動手，所以溫泉那個。質啦，泉質啊，非常嘅好，唔係像 heavy 啊，開發當久咧，加溫泉啊，從地底下用醞釀釋放出來，人也係當純當好，所以講食起來當滑當爽快。可貴嘅地方是講，記得嘅時間久，分子當細，比人同人身體嘅組織一強要，故說你泡溫泉，天然你就得補充你的水分，過近一點，要到溫泉 pH 值是8.5以上，是屬於鹼性的。不過按原則上呢，也可以等於講有實鹼皮膚會美白，再補充水分，也可以最大特色就是美人湯。我們這邊的泉質是屬於弱鹼性的碳酸氫鈉泉，洗起來你的皮膚會滑滑的，就好像你裹了沐浴乳一樣，洗不乾淨。這就是這邊我們泰安溫泉區的溫泉的特色。對日本時代起時，都也陸續用5星級溫泉飯店而來，將來一度偶像劇來翕片呢。泰安溫泉的發展，大概做得分做3個階段。清早就係景光山莊啊，佢係當陽春型的啦，過來就富山飯店底下係講有一點類似。景觀安陽，慢慢的來呀，20年前我到天龍山莊來開發，係以小木屋的形態來開發，慢慢的呀，新的飯店落來咧。10年來，就民國91年開始，都有幾間呢開始加入新的投資案以後呢，泰安溫泉就成為講台灣省地區最高級嘅，所謂高級嘅收費最高嘅一啲溫泉區。泰安也努力有超過20年咧，如果也2年咧，得到也就，主講也就財團也講經營溫泉有4萬人來泰安投資啊，希望發展挺好。當早就開發的富山溫泉係台灣唯一開到河壩島、韓國與山墘的西島。地包已經係一個特別的歷史故事。當然歷史故事的主角唔係黑頭一下建築，係頭擺日本式的樹木嘅。虎山溫泉它的典故其實是蠻傳奇的啦。
在日据时代，它是日本军官的指挥所，在光复之后，就由一对日本华侨夫妇来这边开垦的。在之前，蒋经国、张学良他们都在这边住过。张学良之所以会被带来这边，就是他这边比较好管理嘛，因为你也知道他是被软禁，他就这边软禁完之后，就跑到新竹清泉去了，这样子。台台72线快速道路开通过后，你去台湾温泉交通航卡利便，也特别要离高速公路清泉的充电温泉去。因为这个离高里头最近的，第一也设备又新的，第三个水质好，第四个也所有的环境啊，树也冇变多，路也就全部动好。故说原则上，太阳温泉也几年来一直都保持当好的业绩。其实泰安温泉区这边，它保留原住民的风貌，也没有开发像其他温泉区那么样的过度。因为它这边其实它目前饭店、民宿的数量，我觉得是还蛮 OK 的，所以它客人的品质，他要享受的素质，他都可以享受得到。除了温泉的水质好，台湾也在要当初期的头个发展客家美食，尤其係老温泉相关的客家快餐料理，其出菜的方式，老日本快餐料理同樣，重點係做清係用菜體客家食材。客家菜啊，最主要就愛香嘅，逼到香啦，愛油，增奶爆，過就愛鹹，增吃得落，但是也對也目前的理論來講，就唔合時代嘅潮流，故作開發出一個客家快餐料理啊，也最主要就講客家醬菜，當地嘅烏嘅，也山方嘅魚嘅，全部嚟是精緻化。草莓也拄好喺好雜嘅時節，出到台灣溫泉以後，草莓前有名嘅太府最近10年未熱出溫泉。從北蘇橋開始到連理坪都有太府做過木水調料，都要酒莊一笪，每一個挖出來都碳酸氫鈉泉，青蔥葉咧，佢係有800以上，800這個很多 ppm， 這個碳酸氫鈉嘅含量係有800以上。日本人就講也係魚湯，而且太府所有嘅都超過1000，有1200、有1300、有1400，挖都唔會挖。順電台3線，太府乃就看得到中小型的溫泉飯店，對替代下前碼來看，隨着嚟台灣供應，唔過買套替代較沉的素材。以前呀，台灣的溫泉大部分都溫泉露頭，像我哋烏來啦，像陽明山啦，像泰安啦，也就古早就有誒。也最重要的是探勘的技術，因為太府的溫泉，它下面有一個溫泉水庫，應該是台灣清代的溫泉水庫，不過佢一天要挖有1000米以上。溫泉水療養生保健，苗栗溫泉鄉單做頭講嘅山拿種下，其實溫泉唔但將享受溫泉區嘅湖光山色，識得到山拿奮鬥節，還做得順便嘅享受客家風味嘅溫泉之旅。